咁啊，而家第一位請陳沛良議員。係，多謝主席。就文件裏邊呢，第二段提到呢，而家香港呢有265間中成藥嘅製造商嘅，但係呢能夠攞到呢個 GMP 嘅證書嘅呢，只係有21間嘅啫，嚇嘅10%都唔夠嘅。咁呢度都想問一問，就點解嗰個佢哋攞呢個 GMP 證書嗰個比例係咁低呢？咁喺政府方面呢，有冇一啲具體財政啊或者技術嘅支援方面啊，可以協助其餘未攞呢啲中成藥嘅製造商呢，去幫佢升級轉型呢？因為呢，我哋亦都知啦，就如果我哋唔加速普及佢哋去攞呢個證書嘅話，香港嘅中成藥走向世界啊，或者進入內地嘅一個藍圖呢，會唔會因為本地嘅產能唔能夠達到呢個 GMP 嘅標準呢而受阻呢？因為文件第14段都有提到嘅，傳統嘅口服中藥要進入內地呢，簡化審批嘅門檻之一呢，就係要符合呢個 GMP 嘅要求嘅嚇。咁所以呢方面呢，都睇睇政府嗰度有啲乜嘢嘅措施可以幫助其他未攞呢個證書嘅藥商咧。第二呢，就係關於嗰個文件亦都提到呢，將嗰個修例將中藥監管嘅決策權呢，由中藥組就轉移至呢個衛生署嘅處長嘅。中藥組呢，就改為一個諮詢嘅角色。規管權力咧全面就收歸呢個衛生署署長之後呢，政府點樣可以確保呢個藥械嘅監管中心內有足夠嘅中醫藥嘅專業代表參與呢個決策呢，使到業界同埋呢個中醫藥嘅專業嘅聲音喺決策嘅過程裏邊可以有效咁被吸納。由於中藥、西藥同埋醫療器械嘅規管呢都有各具特性啦，咁藥械監管中心喺統一監管職能之後呢，有冇咩啲機制呢可以確保中藥嘅規管模式能夠切合佢哋傳統藥材嘅特性同埋臨床嘅應用實際，而唔係淨係套用翻而家西藥嗰個監管架構呢？嚇？唔該。好，請阿副局或者麥醫生。多謝陳沛良議員。咁或者我先解釋咗少少，然後再請衛生署去補充啦。咁首先呢，就頭先呢，就係議員提到啦，其實係有265間嘅中成藥嘅製造商裏邊呢，有21間呢係獲得中成藥嘅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即係 GMP 嘅證書啦。咁即係其中244間呢，其實呢就係未攞到嘅。咁呢啲其實大部分呢都係一啲中小型嘅企業嚟嘅。咁規模亦都係比較少啦。咁人數係通常100個員工以下啦。咁而且佢哋嘅廠房面積呢，係可能係有啲係細到係得50平方米啊。咁最大呢，當然都有啲係大啲，係可能1000平方米以上。咁但係呢，就政府呢，其實呢，就係亦都係好重視係幫行業呢去提升佢哋嘅即係能夠達到呢個 GMP 啦。咁其實喺無論係行政方面啦，同埋資金方面呢，都係有好多嘅幫助嘅。咁一直以嚟啦，中藥組啦、衛生署同埋業界係保持一個溝通啦，咁就透過唔同嘅平台啊、形式啊去資助嘅。咁譬如包括啦舉例啦，就係有定期咧係向業界咧去舉辦一啲簡介會啦，去講解一個指引。呢個指引係咩咧？就係香港藥劑業同埋毒藥管理局去制定嘅 GMP 指引嚟嘅。咁佢就制定咗一個香港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嘅指引，咁將個相關嘅技術要求啊、培訓啦，同埋政府提供嘅支援呢，都係向業界去講解啦。又會邀請亦都係獲咗 GMP 證書嘅中成藥嘅製造商去分享佢哋推行呢個 GMP 嘅經驗啦。咁亦都係透過中藥商嘅通訊啦，去持續向中藥商去介紹啲 GMP 嘅資訊嘅。咁亦都係喺資金嘅幫助方面呢，咁其實係有基金呢，係透過中醫藥發展基金呢，係有提供呢啲優化計劃嘅。咁我可以請衛生署先補充下詳細嗰啲情形俾你聽。好，關於GMP 咧，現時咧推行嗰個情況咧，就係一個自願嘅性質嚟嘅。咁而喺現時咧有一啲中小企咧，其實佢哋都向我哋有反映過，佢哋推行 GMP 時候遇到嘅一啲問題。因為其實過去咁多年咧，我哋一直咧係有同業界咧係有作好多嘅溝通，了解佢哋嘅困難。了解到佢哋嘅困難咧，主要係4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即係廠房嘅問題啦。第二方面咧就係資金。另外仲有就係品質管理控制方面以及人才方面。
嘅培訓。咁我哋就住呢方面呢，其實我哋亦都做咗唔少嘅功夫呢，係去提升業界喺呢方面嘅相關嘅知識啦，以及技能嘅。我哋每一季呢都有安排呢一個研討會，去就住 GMP 唔同嘅議題呢，係向業界呢係提供一啲支援。咁另外一方面啦，我哋亦都有一個 GMP 嘅網上平台。咁咧就係去將相關 GMP 嘅技術文件咧，就等啲業界咧係可以好好咁樣去準備佢哋去攞 GMP 嘅證書。咁至於資金方面咧，頭先副局亦都有講過啦。其實喺發展基金嗰度咧，其實亦都有唔同嘅項目咧，就住譬如人才啊、廠房啊、設備啊等等嗰啲咧，係提供一啲支援咧，係去俾業界去申請嘅。唔該晒，主席。好。